认真的姚哥。哦，越来越快啊！转速180，时速80了。快要爆了。好了，不能拍太久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赶快停下来。等等来观音山徛落来啊。哎呀，跟侯大哥啊。刚上去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要抽车，练起来徛哦。小熊啊，非常认真啊。当然最新波那个非抽不可。你买什么袋子的？你买多少钱？侯大哥刚骑观音山下来。对啊。哦，那夭寿你知无？也看你的下，我像最新波。好。我都没有抽车呢。你就直接上去。从来不抽车的。你是登山车吗？小人进的，从来不抽车的啊。我不知道怎么抽。队长。就这样冲啊，越要跑山路。